OK Google 按手机萤幕正下方圆圈圈那里，长按3秒嘛。OK Google， 请帮忙搜寻夏营上帝庙绕境直播。按喇叭，按麦克风。OK Google， 请帮忙搜寻夏营上帝庙会直播。额度有几个建议，你可以讲要怎样连到蓝牙，或者下一场篮球比赛是什么时候。哦，内容很多呢，还会导览、导游，还有一问一答，还会跟你对话嘞，还有算术啊、财经啊、记密码哦，旅游哦，叫出那个城市最厉害了，个人档案同档案，个人资料同档案啊，哎呀厉害。哦，还翻译的，好棒哦！晚安的日文怎么说啊？真好，真好，用这个好。呵呵呵，晚安的日文怎么说？哎，这个好。OK Google， 请帮忙搜寻夏营上帝庙直播影片。没问题，透过 YouTube 音乐播放夏营上。哦，好棒，好厉害！哎，怎么跑到那里去了？还想要狡辩，逼得警方将他们压制在地。全舰赶路按喇叭，下班回去。双方人马聚集大马路上，发生激烈口角，差点就要大打出手。好险警方赶到后，立刻控制住场面。事情发生在6日下午5点，台南市夏营上帝庙举办的绕境大典，交班人员与骑机车的省南一局人因为路窄发生口角，省南一无法通过而猛按喇叭，交班人员则回应赞赞赞，却被对方听成国骂3连发，双方发生冲突，导致省南头部撕裂伤。1小时后，省南聚集一行人，打算与对方谈判，警方获报后立即出动快打部队到场压制。你看啊，声音啊，那更不可以想成坏的啦。警方及时赶到，将现场交班4人省南有人号召的20人都带回分局侦办，并在汽车后座搜出球棒、棍棒等作案用器具。号召了其他的同伙，带了木棍及刀械。那在集结的时候，我们就启动了快打，将这些人来压制。那也协调庙方。让他们离开，不再参加绕境。原本想要祈求神明保佑而护送神明绕境，但却因为小小的口角大打出手，恐怕神明也不会开心。记者赖冠章、杨芷玉台南报道。真是的，要听成好的啦，不要老是听成坏的，听成坏的才会惹出事情来。绕境，人家绕境，当然路会交通不便呢。还按喇叭哦，这不尊重神庙会的，不尊重庙会的人才会这种做法。